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我是吴思琪。今日嘅村民台会来到问人讲係台灣小麥嘅故鄉台中泰雅，也看到我順風櫃台片嘅金黃嘅就係小麥田。按這樣嘅景象，沒想到當到嘅人客嚟到一片翕相哦，韓國邊度推廣採地嘅小麥。泰雅一片當年都會辦小麥文化節，上嘅當到嘅人客都也老了。我鄉親甘地一到小麥差唔多就如何過嚟，認真都會10年嘅時間，係種小麥農民起無限嘅時間度。認真小麥改起來過後，肯定就會是作為樂器。喺台中泰雅一片農民，單單都會用按年嘅耕種方式來耕種哦。一到小麥呢，其實可以嚟到，唔過台灣自家生產嘅小麥一年大約賺1300公噸天天。台灣使用嘅小麥單單都會一時進口，一年進口嘅小麥有120萬公噸咁多，正經講係數漲太碼。按多年來，政府一直就想要提升台灣種小麥嘅產量，所以也按多年來推廣效果係樣板，韓國採田農民又有乜嘅想法？今日村民大會有請到位種小麥嘅農民、韓國農政單位同專家學者同大家共下來討論。歡迎天天鏡頭來到節目討論的現場。今日呢，大家看到喎，臨暗時頭其實呢也係種小麥嘅農民起無限嘅時節度，有好多農民早上下晝都睇小麥田空睇割小麥，唔過也係呢已經來到現場參加節目嘅錄影。故所呢，天天為大家紹介今日來參加嘅來賓。第一位來賓係農委會農糧署中期分署嘅副分署長林美華副分署長。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王陽唱錯。第二位來賓，我同大家紹介係農委會台中農業改良場嘅記者林訓士林記者。主持人、各位來賓跟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記者，您請坐。我們的林記者是我們台灣小麥唯一在做研究育種的這個專家哦。第三位來賓呢，我同大家紹介係台中市泰雅區農會公社部嘅主任何文科何主任。主持人晚安，大家晚安，我是何文科，謝謝。請坐。第四位來賓，我同大家紹介係民間頭一的小麥協作商施明煌施總監。主持人好，各位在座的各位農友鄉親，大家晚安，大家好。謝謝總監，感謝您請坐。韓國台下呢，今日來同到位農民朋友喎，大家來參加今日嘅節目錄影。您講到小麥係三大穀物，三大穀物當中有稻米、小麥同包小。喺台灣種嘅小麥，佢嘅產期大約係11月嘅到反轉年嘅3月嘅。除咗呢本人身以外，別問拿來去學嘅，阿別亞德啊，去拿來學嘅當成我們牲畜的飼料。那它也可以做一些加工品。那說到台灣的小麥，大家講，台灣有4田啊，不過有種小麥一件事情，其實我看準，喺1919年，我們在台灣就已經有種小麥了。當時呢，台中到台南都有種哦。韓國繼續看下去，喺台灣種青豆嘅時間，差唔多係1958年到1962年嘅時間，台灣嘅產量它有4萬公噸。都係小麥大量進口過後，其實台灣種嘅小麥就漸來漸少嘅。韓國都係1995年，台灣嘅研究公賣區無協作過後，其實產量一下就少太多嘅。都係1998年嘅時間，搶存到台中泰雅有種，也就係今年嘅錄樣嘅素材。韓國呢為咗提升泰雅嘅小麥嘅價值，到2004年辦嘅頭嘅小麥文化節。一間文化節辦嘅19年，韓東嘅辦當年都同鬧年，上嘅同到民眾來也翕相做紀念喎。不過小麥呢，佢嘅產量喺台灣會提升，韓國有穩定嘅產銷會平台喎。到2007年，台灣第一個我們的喜源共和國就成立了。它呢，在台灣的契作小麥可以說是第一個民間開始來做契作的。現在呢，他們的契作的數量已經有400多公頃了，可以說是台灣有將近有80%以上的小麥都是由他們在做契作的。看到小麥喺台灣哦，種青豆嘅蔬菜前3名，
中华的泰山、韩国台南、台中泰雅是排第3。当年呢，总的它有102公顷，我们的产量有204吨哦。其实呢，看起来在台湾大概有1/5以上的那个小麦都是来自于大雅地区，可见我们大雅的小麦除了有远久的历史之外，产量也是非常的多。不过呢，在这个地方究竟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种植环境跟条件？先来看样片，再过来讨论。连续6期2个月打乱收割的布条，利用好天时，台中泰雅的农民赶紧进行采收工作。它风量的时候，你可能要调大一点点，才可以把那个一些膜排出去。这个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筛选之后的那个部分，那车子上面那个要调整一下，这就可以收割的比较干净。过去来干麦，农民为进行砍树作业，方便了后交到农会。另外讲到泰雅干麦，实际讲是全国有名，唔单止是因为了经验，当然期盼个小麦文化进发通，还因为超过100年个种植历史。我们大雅在日据时代就是在民国初年，因为那时候水稻的产量很少，所以我们的农友就开始种小麦来补充粮食，做我们的粮食。泰雅在台湾小麦种植史上有顺带小个角色，因为早期菊州用的麦，还有最近几年来提供本金门麦农做种植，拢是对泰雅叶片提供，所以泰雅有台湾小麦志向的好名声。埔里酒厂跟南投酒厂他们有在做绍兴酒，所以就开始有很多跟我们做契作，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大雅的差不多那时候都差不多将近1000公顷的小麦。后来就因为那个绍兴酒没落嘛，所以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的小麦是种来做种子用的，销到金门农业试验所，然后作为金门所有小麦田的种子这样子。更加重要的是，泰雅的自然条件当适合种麦，就因为安尼，东门县拢有超过100公顷的种植面积。但业这边的伊的产伊梯田伊排水紧。你若无落雨了，无互伊缩排掉咱的排长紧拢会烂，小麦就发了歹。麦成熟收割期，泰雅慢内是得看到金色麦田的景象，黄金麦浪奔风吹到摇来摇去，有一种本人当上到欧洲麦田的情景，也是当然3月泰雅的日态特色。大雅其实刚刚我们说，它种是在台湾的小麦的第3名。不过整体来看，历年来我们大雅种小麦的情况，从民国100年的59公顷，一路的爬升到了104年有127公顷，我们105、106年有大概是80跟102公顷。整个来说呢，可以说大雅的小麦的成长率、种植率是每年都有提高的。那当然，它的产量也有逐步的提升。不过，我们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农会的主任了。看起来我们这个大雅在生产的小麦的情况是有逐渐增加，也又符合我们现在政府所推的我们要复耕小麦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推动嘛。那就您来看，我们大雅地区其实小麦历史也悠久，那我们能够成就这样子一直种小麦，是因为这边有独特的地理环境跟条件吗？还是农友的技术比较好？我们的小麦是算是春麦了哈，它小麦一般有硬红春，我们是硬红春小麦嘛，硬麦跟软麦之分，小麦哈我们是硬麦，那红小麦跟白麦我们是红麦嘛，春麦跟冬麦我们是春麦哈。那这个台中选2号是硬红春的品种，在大雅这个地方就是很适合去种植，它的气候啦，它的土质啦哈都很适合去那个种植了哈。当然，除了这2个以外，第3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哈，你会种，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卖出去的话，我想这个产业也是很难发展哈。第3个就是人和哈，那人和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雅农友哈，从日据时代开始就开始种植这个小麦的这个作物，所以说他们
对这个小麦的种植非常的了解，哈，所以说，他们种出来的这个品质哈，都真的是比其他地方好很多了哈。好，谢谢主任哦。那这个问题我就马上要问一下施总监了。大雅在这边有种这么久的小麦的硕士历史好了，那您又是在台湾算是民间第一个起来，很早期就开始推我们的小麦复耕。那过去你也曾跟大雅有契作的关系吗？那现在我们在小麦的就是契作情况，您那边大概又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了呢？我特别感谢。大雅的农友哦，真的，因为当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农友就是张文元张村长，他那时候还是村长，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叫他村长哦。就是因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因为我们都不是做农的，虽然我们在农村长大，所以当时候我们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观察田间观察刚好其实有时候就是很凑巧的，后来就是当年发生金融风暴，那小麦开始涨价，那我们开始就大力投入。可是，在后来的整个这几年发展下来，其实我们反而花的最大的力气是在农民身上，因为政府的政策在2014年之后就开始有所谓的中期的活化休耕地的补助，到最近2016年之后的对地，就是所谓的绿色补助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对农业的生产端其实已经整个活起来了。那火起来之后，其实尤其是我们假如针对所谓的小麦的契作农友来讲，因为这个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作物。那这个选择的作物来讲，其实它会跟水稻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种植的时序上面。所以我们真的花了很大的力气，尤其是这4年，鼓励农民策略的多元种植。假如我们最大的困难就目前所碰到，那当然就是穗上花芽。就是上个礼拜，我相信真多人都有拄到就是穗上花芽。那我们也真的跟所有的农民头壳摸了修，那正在处理这一个穗上花芽的问题。当然，说实在的，这个都不是谁造成的，就是天气。所以说实在的，假设我们回到一个农业的面向来看，我们真的要赶快找出一个耐涝型的小麦了。耐涝型的，就是它抗水的、浸水的小麦出来了。因为这个问题，极端气候的变化越来越困窘。2016年一次，2019年一次，也许明年又一次，后年又一次。但是你知道，我们台中选2号的那个麦穗的麦型还有我们的气候变化，已经刻不容缓了。所以假设你问我说有什么建议，第一个一定要赶快找出一个好的麦种来了，不然我们真的以后这个会是常态了。这个也是各位农友大家一起必须共同面对的困境了，这是我的建议。谢谢总监哦。可是不过讲到这个我们的育种，或者是说有没有办法有新的品种，那这个问题绝对就要先请教我们的季佐。那在台湾，目前我们所知就是由您小麦就是由您来做负责，那所以您也是很多农民都把你看成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您怎么来看这几年来台湾整体在小麦的种植面积上面有提升也好，或者说您在现在我们在做小麦的研究，台湾的天气条件，或者说现在所说的极端气候，我们有在努力的做克服了吗？针对在气候或者是那一些逆境的条件上面，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来慢慢去准备出这样的一个材料出来。那可是我们初步是认为说，我们是可以先从栽培端来解决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例如说我们把播种期稍微提早。那在小麦其实它最怕湿害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播种初期跟最后要收获的这一段时间。是。那前期的湿害呢，我们利用调播，然后做开沟，可以避除掉一些初期雨害的问题。那穗上发芽的话，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能够育成一个耐穗上发芽的品种。那其次的话，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调整一个栽培时间，让碰到春雨的一个几率降低。那这个后端的那个穗上发芽的品种的话，我们这个都会持续而且是紧速来进行。好，谢谢季佐。刚刚季佐已经有把农民现在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他们也正在努力的克服。不过实际上，农民在现地栽种的想法会怎么样，或者他们有什么建议或问题要提出的？我现在把时间开放给现场，有乡亲农友要提出意见的吗？现在请举手好吗？其实大概啦，因为以我栽培经验，大概3年了，差不多3年会碰到一次，就是水。好像是3年一次哈，就是会碰到这
这个是风不调雨不顺啊，不然的话，大概我们都因为技术上我们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是最大问题气候。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鸟害，鸟害在目前因为冬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嘛，当然是小鸟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小麦。是再来呢，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耕地面积大概都是小农制嘛，而且我们为了就是要赶快收成，有时候比较湿一点也要收成。收成之后我们要干燥，干燥的话就是有一些比较轻的那个这部分可能会比较不好处理。这几方面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好，谢谢班长，请坐。那还有农民要提供意见的吗？好，这位先生。农民的困境就是灾害跟这个销售这个小麦要怎么行销？我现在有一个构想啊，说应该企业家还是说政府应该要来照顾这些种小麦的农民，用认养的，像我们现在外面的路灯也是有公司在认养，所以说我也应该要跟这些政府这些机关应该是来我们大雅这边认养农民种小麦，然后他们就是研发去种，再去做水饺啊，还是面包啊，给他们的公司当早餐。所以说现在我就讲给大家分享说，应该要用认养的方式啦这些农民才不会说东西种好了收成了，这个东西要卖给谁？不会这个困境。不是现在主要都还是交给农会这边处理吗？对，现在是目前我们的农友都是跟农会去做的啦。对。还有一些民间他们自己跟农民去做的也有啊。基本上种小麦的农民自产自销是很少的吗？很少，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找不到通路。对，没有。那综合刚刚两位农友的意见，就是除了班长提到我们可能要克服就是天气的问题，然后还有我们在育种跟鸟害上面要有一些是不是能有一些协助？那还有农友提出的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农民销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副分署长，其实一直以来不论是各个农业、各个产业，我们在耕种，农民其实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耕种，销的问题基本上很多农友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那现在我们在中央，除了说我们要提升这样子的杂粮或是说小麦的种植面积之外，在这个产销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通路可以协助？还是说整体来看，其实以台湾的小麦，我们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吗？那当然，我们的很多农民团体或者是加工业者在加工出来的产品这个部分，对，署里面其实也会就是每年都要办好几次的辅导这些加工出来的小麦产品，来做一个和实体通路的媒合的一个媒合会。那也会做像我们前2个礼拜也会做一个电商通路的一个媒合。那除了这些媒合之外呢，我们也会在其他像什么全联或者是一些产品的部分，辅导这些产品能够在其他的多元的通路可以做上架。所以这个是由我们譬如说农粮署跟地方的农会这样子的单位来合作吗？还是说会以跟农民个体？如果是媒合加工的部分的话，我们会用契作主体的部分。契作。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大雅或者是我们的喜苑哈，对。那它基本上他们都是跟农民契作的一个主体。那这个契作主体，那我们就是会尽量的媒合它跟在销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媒合这些契作主体和我们的一些食品业者去做加工的媒合。那我们的契作主体它可以提供原料给我们的加工业者。那当然有一些我们的农民团体或者是业者，他也会去生产一些小麦的加工产品。那这些加工产品其实
他们也需要一些多元的通路去做行销。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像有一些产品是喜苑的或者是大雅的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尽量媒合它，就是在不同的适合的一些杂粮或者是标榜它养生的通路上面去做一个促销。那记佐，我想请教，如果农民提到我们品质要好，品质要好，一定得克服很多的天然灾害，或者是说现在他们所说的鸟害。那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在台湾造成小麦品质会有良莠不齐这样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影响吗？小麦的成熟度其实它会连带影响到，假设说遇到像今年或者是3年前的这个春雨的状况的时候，它只要导致穗上发芽，那这样子的小麦的种子采收后的种子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后面的加工使用，可能只变成是饲料用的一个用途，所以这个部分对小麦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假设说回到像鸟害的问题的话，这个部分其实鸟害特别在我们推广栽培上面，如果是新兴刚要尝试来新种的一些地区，例如说比较零散的一些乡镇，其实这个问题大概会决定这个乡镇之后会不会种得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假设他们是试种几分地或1-2公顷，其实到最后都是不够鸟吃，都被鸟吃掉。对，都会被鸟给吃完，所以变成说，造成当地对种小麦上面就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试种一次就要大面积下去种嘛。对，这也是我们希望说，像鸟害，因为冬季里做这段时间真的是没有东西可以让鸟吃，那变成说我们在推广上面都希望能够集中，而且是大面积的栽培，那利用大面积去分散掉鸟害的一个影响。好，谢谢记佐。其实大家讲到我们小麦在台湾产量是有，品质也是有，不过要怎么提升，我们是不是来看看目前在彰化地区算是台湾种植最多小麦的地方，来看看当地的情况，我们再回来讨论。因为之前那本太场太公农物而弄唔限。彰化太上林木嘅紫米厂经过2-3年嘅打拼，总算是在自家农小麦粉。用我们从现有的碾米设备去研发这样子一个碾制的过程。虽然我们台湾面粉碾制，我们碾出来的面粉没有办法像那个大厂那样子变成白面粉。林民让林世勋两兄弟目前系经营紫米厂嘅事，自家嘅2公顷土地上也竟然开始种麦，今年甚至同其他农民合作推广种本土麦。5-6年前国光石化撤离的时候，然后这里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有机园区，那慈心来辅导然后他会跟我们讲说，有机要入门，从小麦最简单。我们50年前的小麦，我们大厂种得很不错，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反过来再从头开始种这个小麦。林木兄弟目前总共开作30公顷嘅麦，成绩算系唔完难，不过今年爱处理嘅问题很多。遇到的就是鸟害，全部都被小鸟吃完。第二个问题就是穗上发芽。就是像这样子，连续下个几天，整个小麦都泡汤。虽然无相关嘅难题有时会考验定林木兄弟，不过对降低对进口麦嘅意识，提高粮食自给率，到发发休耕农体，缩短生活碳理想，克服菜体生产、菜体消费呢条理念来讲，今日认为推广本土麦嘅种植有几个必要性。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生产我们自己的这一些杂粮，来应付说，以后真的有粮食危机的时候，我们能自立自主，至少不用全部都依靠外国这样。而且小麦又是3期里做，它又不影响我们1期跟2期的稻作。经营紫米厂嘅2兄弟。用对有机、对小麦、对台湾粮食自主力嘅坚持，今年继续同彰化太上写定属于菜体嘅小麦故事。
我想无论喺中华台上，也喺台中、台亚，都有一群东三网嘅农民用心喺种小马个。不过台湾种嘅按道嘅小马，其实人来看，主要台湾种嘅小马，含係同誒進口小馬來比，真經係少動多。台灣一年嘅小馬，它有佔有1300公噸嘅產量天天。不過當年我對國外進口嘅小馬，差唔多都係130萬公噸邊嘅哦。對於民國100年，一直到107年，當年呢，進口嘅量都有按多，看起來呢。進口的跟我們台灣自己生產的1300公噸比起來，真的是少之又少哦。那在台中這邊、大雅這邊，其實主要呢，剛剛一直有提到，它都是給金門做小麥，我們釀酒用的高粱酒那個小麥的種源。那拿來製粉當然也有，我們可以做麵包、麵條，各式各樣的麵類的食品，這邊就有展示。等一下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不過實際來看呢，現在大家還講究一種可以生、可以新鮮吃。就是把它拿來跟小白米一樣一起拿來煮。那另外它還有很多的加工的附加價值，也是可以釀酒啊、製醬油，還有醋、麥芽糖等等，其實都是要等着大家來開發來想啦。不過我想要先請教的是我們的施總監，就我們來看。小麥有這麼多的價值，那目前我們喜苑這邊也努力的在做契作，而且契作的面積還不少哎。那您怎麼看？你們一年契作的有400多公頃，可是我們實際上還是要依靠進口啊。那您這樣做下來這麼多年，這樣子的進口的量跟我們台灣自己產的，您覺得我們現在對於小麥這個產業，我們應該要怎麼辦才好呢？其實應該是更多的人來種哦。要更多的人來種，對，才有可能改變。今嘛這個其實，說實在的，我們一年吼才收偌濟，啊，你用喊的，我們做事情都用畫的嘛。你看那數字，其實有的是用畫出來，就是喊出來的。那其實說實在的，假如有更多的人願意投入，啊，更多的人來種，才有可能改變政策，才有可能改變社會的氛圍。但是真的要種，不要貪補助。不要假種，是，不要為了領補助，這樣子這個產業才有可能改變。因為你生產出來，你真真實實生產出來了，才會構成社會的壓力或者政策的壓力。但是我們有太多背後有太多虛假的事情了，所以這是第一個。我覺得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要相信一件事情的是說，多吃一口飯，這個梗已經過期了，已經過時了。為什麼呢？因為飲食即生活，生活即飲食。你食什麼物件，你過什麼日子？你有想過講，咱台灣有2300萬，有10年來攏無成長了。有3%的人口集中在大都會，那大都會過的生活是什麼？新素食鹼。那請問一下，有誰願意再投那麼多的時間，再去花那麼多的時間，再烹調食物？有，但是人不多了。所以麵食類為什麼居高不下？就是我們直接對麵食的需求是這麼多。一般看市場，大眾市場跟小眾市場，好像再過來就沒有了。一個是小眾，但是還有一個市場叫分眾，分眾市場，關懷台灣本土農業的企業很多，那這些都要台灣本土的農產品，大型的通路也需要，小型的通路也需要，所以這個就是分眾裡面兩個圓圈裡面的共同集合，品質是基礎，因為品質就是品牌的靈魂，品質才是品牌的靈魂。你今天假如沒有把品質顧好，其實貿然的去做品牌，那其實那個只是一張標貼，一個商標而已，它沒有生命。因為品質才是真正的靈魂。所以剛剛我們提到，為什麼我剛剛提到說很殘酷？那水上花雅的小麥怎麼辦？該不當攬落去粿米粉來對嗎？袂使啊，啊你要安怎？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我們有更多的農友。那其實是應該好好的放在田間管理，好好的放在我們自己的就是農糧的照顧上面啊，好好的把尤其是後端的，從採收之後的後端調理，給顧好。安尼很多的契作商，哇，你的麥啊淋，哦，啊你按逐年都安尼，我跟你講哦，走袂去，真正走袂去啦，這是我個人的感想。那實際上，農民在管理方面，或者說田間方面，又有遇到什麼樣子的問題要提出來的嗎？這鳥害方面，是不是政府能夠把保育團體的這個鳥害條例的話放寬一點，讓我們農民有辦法去吃這個
麻雀的这方面，麻雀是最主要我们农民的粮食的伤害者。所以说政府是不是能够放宽，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鸟害的这方面？在品质上，大雅现在所有小麦气候很好的话，农药方面很少在使用农药了。好，那副分署长，大家都说到我们就是农友站在第一线在做栽培嘛，那他们实际知道就是如果他们遇上这个鸟害，刚刚他们有提出说是不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协助他们，除了我们技佐这边可以，那农粮署这边有办法提供他们一些帮忙吗？还是说针对鸟害这个问题？农粮署在推的农业应该是一个永续性的农业，那我们比较强调是希望共生共好。整个一个生态可以做一个永续的发展，那一个友善的一个农业。我们这边其实书里面有一个计划啦，是一个杂粮集团产区的计划。是集团产区的目的就在于说，我们希望不要个别的零星田区在种。那零星的问题，除了我们可能机械的利用率会比较差之外呢，那对于小麦来说，它的个别田区独立在外面的话，其实鸟害会非常的严重，也不好管理。对，所以说透过一个集团产区，然后尽量大面积的来做一个生产的部分。那除了我们在跟团体或者是我们的小麦农这边，它的机械利用率比较高之外呢，它的采收也比较有效率，那成本也比较低。那相对来说的话，对于整个我们在栽培管理上面可能就是会牺牲一小块让鸟再去吃，因为鸟的生态比较奇怪，它就固定，它认定了这块是它食物来源，它就会持续着吃下去，所以相对就是用一块来保全区啦。那这样子的集团式的耕种，在这边有办法来推吗？大雅的部分的话，应该很多的它的面积其实是有一区一区比较大一点，对不对？那如果是个别零星散在外面，跟很多田没有毗邻的话，它可能就会真的会受鸟害比较严重，对。好，谢谢我们副分署长哦。那技佐，您怎么看鸟害呢？其实我们可以回应到施总监，就是说，我们只要来种的农友越多，我们鸟害的风险就会越低，所以我们希望把面积增加。如果假设举一个例子说，像以现在大家在种水稻，水稻面积是最大的，是，所以在栽种水稻上面，我们不会听到水稻有鸟害的问题，因为它面积够大。那假设有一天我们的小麦面积可以扩增到比现在可能多个几倍的话，我相信农友针对鸟害这个问题的困扰就会降低许多。那有办法就是用外在的，譬如说网子还是什么，这样子是允许的吗？是可以做的吗？例如说像网子的话，在我们改良场里面，我们做实验一定会架设网子，但是我们架设网子是捕鱼网，它就是鸟不会飞进去，但是鸟不会卡死在上面，它是飞不进去的。但它也吃不到。对，它也会吃不到，可是那个成本太高，因为像我们1分地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渔网，不是不是鸟网，是渔网，1分地大概就要接近15000块，所以这个部分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对。好，谢谢技佐。看来这个面积要扩大，确实是可以再讨论的。那当然品质也要一并来提升。不过我们看到台下有很多农民，他其实是过去就是耕田耕种，那他们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转做，有一期我们是拿来做里做是拿来种小麦。那这个小麦产业有没有它的前景？那有没有其他的青年投入呢？我们再看影片继续的讨论。小麦有没有给发挥？麦粒就在里面。你下看到了解34世对苗栗通宵马家庄来嘅后生耕种人，伊讲到乜就要講批嘅理念同看法。其係馬玉案，如果要個學歷嘅耕種人，10年前做農家下，將對中興大學農技呢碩士班畢業。我認為職業沒有分貴賤，他需要的就是專業。那在田裡工作，田裡的工作辛苦；坐辦公室有辦公室的辛苦。那社會上的分工。都是應該存在的。馬玉安當場同土地專做設計嘅實驗室，用上種嘅作物，佢係因為一路行來遇到當多專業問題，所以佢繼續讀博士。2年前，佢拿到中興大學農技呢博士學位，也變咗國內少有嘅博士耕種人。很多有個謬論，就是說啊，學校教的就是沒有接地氣。我倒覺得不是這樣，我覺得是就是你沒有用，你才不覺得它是。沒接地氣啊！如果你用上了，你就學校是一個寶庫，它很快可以幫你連接，就是那個
这门知识的细节在哪里？农药经营嘅相关知识，分马肉案土设嘅3公頃之外，限时嘅契作230公頃。另外，对于台湾麦嘅未来，佢国还有无相关嘅建议。那就是把小麦延往前延啊，就是说你不要到10月才种植，你可能选择一个品种，8月就来种。那好处会是什么？就是解决的问题就是大家不要用那么多水嘛。另外，图彰化太上二线外世界林伟上，今年外线将故乡天秀不卡经营小麦产业。虽然讲经验还未当丰富，不过对于产业方面嘅问题关键，林伟上也是带有自家嘅看法。你行销端方面卡住了，你前面在上游或者甚至到农夫，他们当然不敢再继续扩大种植，会自然会没有人收购啊。也因为安尼，林伟上未来将同麦嘅行销项大饼，本推广种本土麦是带有更加多嘅未来性。无论是将故乡天秀加速生育嘅林伟上，还是契作超过8公顷嘅博士工种园马玉安，以后3个技能，当头用自家嘅方式同理念，为本土麦工业一股新发力。样片土方的后生人，加入来种小麦个，看起来迄讲有后生人上海落来种小麦，也个产业迄咪就有行较多嘅机会好发展嘿。其实呢，今日现场咪有一道嘅后生人来哦，等下我参加到种小麦嘅想法啵。不过讲到爱种小麦，迄讲要设计提升也个产量，大家就讲到，其实台湾的小麦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台湾的小麦在种植上面其实有蛮多的困境需要解决，就像刚刚农民提到的，鸟害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要克服我们台湾的气候问题，还有现在整体的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其实整体的农业都是靠天吃饭啦。如果这个天候的问题可以解决，我们可以培育出比较能够适应现在天气的品种，是不是对于种小麦的诱因会提升呢？种小麦的诱因提升之后，是不是我们的面积从无法提升会有机会再增加呢？那再接下来，如果我们面积没有办法提升，当然要考虑到就是我们生产成本会比较高，生产成本高，那如果农民种出来又没有地方可以卖，销售通路成问题的话，那其实刚刚就像大家讲的，这样的面积有可能就没办法提升起来。其实刚刚大家一直提到，台湾的小麦基本上都是进口，那进口的小麦呢，它其实存在的就是它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便宜的。虽然台湾的小麦产量不多，可是它占的是优势是新鲜，那我们的整个碳里程会减少。如果说我们整体来看，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农民都说啊，其实在台湾，我们大雅这边基本上已经不用农药就可以种小麦嘞。那我们在国外进口的小麦，可能就要担心我们运送过程比较长，会不会有一些虫害的问题产生，甚至是他们在种植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药物的残留的疑虑。整体来说，不论是进口或是台湾本土产的小麦，各有优势跟劣势啦。那现在大家都提到，如果要振兴台湾的小麦，就像刚刚年轻人，他们勇于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耕种，他们不认为种小麦不会有前景啊。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大雅的小麦的麦穗，那它呢，其实有很多的附加价值存在。我们要怎么把它提升，做成我们的2级加工品？这个是还是需要有技术存在的。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这些加工品怎么卖出去之后，有没有办法提升到我们可能加入一些餐饮服务的概念进来？那今天呢，有农友他实际呢做出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请他上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会有想要这样子来做？那他做出这些附加的产品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因为毕竟不是那么的容易嘛。那我想请问这些小麦都是你自己种的吗？还是说对，这是老公种的。那从种植到我们研发出这些产品，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自己去摸索吗？还是就是你刚刚说的，你有有请益老师啦，就是这个是麦芽嘛，麦芽以前呢都是要用古老的方式，是就是先发芽嘛，发到12公分，然后它不能晒在太阳。然后它是金黄色的麦芽，就是金黄色的。然后它就是要用糯米，然后去就是用煮糯米煮熟了，利用那个热度，
然后覆盖在那个麦草上，就是传承阿嬷的做法啦。其实小麦哈，它是从一颗小粒小麦成长到小麦穗哈，它整株都可以运用上，都可以运用上。比如说我们买麦苗就做麦芽嘛，对。那在它成熟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弄成干燥麦。好，现在是干燥花季都很流行嘛哈。再来，我们成熟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小麦面。好，这个是易开罐的，因为现在小家庭，所以它的储存方面比较容易哈，比较不会潮湿这样子。那这个东西这个要请主持人品尝看看。那这个是什么？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是我们大雅哈最近几年研发出来的小麦米。所以小麦跟白米是可以一起食用，甚至是就是直接把它做成这样子。其实它的运用很广，是你就是直接加在米一起煮的话，它是要泡水。如果是做成这样子的甜点，了解，这是小点心啦，不是甜点。这不能主食。这个当主食也可以啊，像你把它当成那个像那个算是凉拌的小菜，就是一道菜啦，一道菜。对对对，了解。对。小麦原来可以拿来直接鲜食，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可以就像是跟米饭这样一起食用。施总监，你怎么看这个小麦目前有推广到这样子的成果？您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在场农业要达到6级化，这已经达到有6级化的这样子的概念了吗？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它是在地生产，对。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在地加工不见了，但是又有地方的活泼度，就是那个所谓的地方创生的作品呈现，所以它中间的恶是不见的。这也是台湾农业里面最常看到的部分。比如说磨粉呢，早去倒；磨粉的跑去哪里了？磨面粉的跑去哪里了？前端的那个，比如说你做米条，米条磨粉的早去倒，咱定讲的嘛，这上实在。最实在了假设你看都很透明，1、2、3都透明，那消费者一定都很放心。所以我觉得已经那个活泼度已经呈现了。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其实在知识、理性都比我们一般想象中的来得更快，面向更广，而且更深入。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成本比较高。对。第一个其实成本比较高，那个就是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嘛。但是其实是我们应该创造价值才对，不是一直在探讨降低成本。那这样子就算是我们创造小麦不同的价值了。没错，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概念。这个就是一个概念了。但是我们假设今天去压低各位生产者的价格的时候，那你看不同，又是进入负循环了。所以是应该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去创造新的东西出来这个创价模式其实是真的要大家一起来解决，不应该只是某个人、某个团队或者政府的事情。好，谢谢，感谢总监。那台下还有农民要提出建议的吗？现在请举手好吗？大雅的小麦是现在只是销往那个金门当种子嘛。对。而且政府应该要帮我们辅导，朝那个像施总监那个面粉的路下去走，这样才会提升我们小麦提高产量产量提高了，可是通路没有现在都是通路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帮我们辅导而且现在台湾本土的小麦也缺少那个推广希望说政府帮我们大力推广，这样的话我们在地的小麦才有出路啦。好，感谢这位先生。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农友要发表意见的吗？因为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通路商，他给我们的要求是希望我们能帮他储存。因为在台湾高温多湿嘛，就像其他说有虫的问题，是。然后在储存的方面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配合他通路商，他有意愿要7座，但是我们的目前的空间没有办法去储存。然后再来就是后面的调制，对，然后采收出来的时候要调制嘛。那像今年下雨的话，你比较未成熟的采收的话，它在烘干的时候就要有技术，在这方面的技术
可能也比较不熟悉。是。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希望说政府能帮我们说，多开一些推广的活动，然后使更多的农民知道说，我们台湾真的可以种小麦，然后是把小麦的面粉的那个量用出来的话，就让大家就比较没有余虑，种的余虑。所以你觉得推广还是需要再多推广一些，让农友知道台湾是种得起小麦的。对。副分署长，针对就是农友今天提到的很多的建议，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小麦的提升上面，我们除了要提升品质之外，面积也是我们着重的点吗？那如果要提升这个面积的话，那接下来的譬如说产销的通路，还有他们刚刚农民所提到，如果我们量一旦有了，我们的储存的设备或是储存的空间，我们有办法来一起有中央的协助来辅导他们吗？让他们愿意再多种一点。那我们刚刚提到过，小麦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用途是制成面粉，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加工产品，所以那我们知道，其实面粉是一个非常高度工业化的一个产业啦，所以它的一个制成，它需要一个很稳定的量，这个量要比较大，而且它要能够持续的一个稳定去做一个磨粉的产业，因为它的投入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其实当然也是希望我们尽量可以鼓励我们的农民来做一个种植，然后特别是一个区域化、集团化的一个种植。所以在种植部分的辅导部分呢，农粮署这边其实是希望我们其实有一个杂粮的机器设备的一个辅导计划。那在这个机器设备的辅导，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辅导这些我们专业的小麦农民，或者是我们的青年农民，甚至是我们的代耕业者哈。对。那辅导他们来购置这些生产方面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生产可以更轻松、更省力，同时可以更规模化的来生产，那成本也会比较的低。那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像我们把小麦当水稻一样哈，希望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复耕。一般农民如果说他因为年纪大，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精细的一些园艺方面的生产，小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把它代耕体系我们现在逐步建立起来的话，对于小农跟老农都很方便的，可以去交给代耕业者来处理。对于地区的一些小麦，它如果形成一个产业的话，我们都很鼓励在当地设一个区域加工中心。那包含干燥的部分哈，现在大雅的部分，他们应该有储藏的设备，因为小麦的储藏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副分署长主任，我们大雅这边农友提出这么多的建议，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其实我们农会这边也有辅导我们家政班他们来做出这样子的产品。除了我们有小麦文化节之外，我们其他还有什么样子的推广通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农友也好，或者说我们可以从那边再来协助他们呢？我想我们大雅这边哈，除了我们提供给那个我们国内啦，就是国内不但是金门而已啦哈。那这个种子以外哈，那我们也做一些刚才讲的那个小麦米哈，那个小麦哈。对。其实哈，我们现在跟一些譬如说一些那个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一点嘛哈，那适合在就是成长的这个年纪，就是国中国小哈，他们的一些营养午餐啊哈，这个业者哈，我们有的跟他们合作哈，然后去提供给我们的那个从小这小朋友他们就吃这个小麦哈，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小麦可以这样子吃。是的，是的。那因为这个小麦真的他们以前都没有吃过，这个吃起来的话，就是好像那个我们在吃那个豆子哈。那其实你一个我们这么好的小麦哈，说实在，如果把它磨成粉以后哈，说实在它的我觉得它的价值性会比较低一点。那我们这么好的那个品质的话，我就用整颗的哈，这个整颗是那个进口小麦它没办法去做的，几乎它没办法做，因为据我所知道哈，进口到台湾的小麦通常都是1年以上的啦。那我们是新鲜的那个小麦哈，我们才能做成这个小麦米，然后提供给我们国人去使用哈。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推广全国那么多的那个家庭，尤其是那个从小让小孩子去吃哈营养午餐，那以后他们也会吃这个东西哈，那我们的量应该会增加很多。谢谢主任等于是说大雅这边从源头管理这个种植面积，所以那总监您怎么看？像大雅这样子的话，我们未来如果整体来看，或者说以大雅来看，您给
大家什么意见呢？其实像假设我们今天大雅有这么稳定的，其实要去设一个小型面粉厂。大雅真的要自己去设一个小型的面粉厂，可能日产800公斤或者1吨，小型的面粉厂，那形成在这一个所谓的6级产业链里面，把那个锻炼的那一个加工链把它链接起来，因为它小型，那以农会的能力跟财力，那来支持这个地方产业其实是不难的，就是一个小型的，不是那个粉碎型的那不是讲用粉水也是真的在磨面粉的，小型的做同粉型的，应该只要大雅农会有这样的需求，我在想，依照以大雅农会的生产的量体跟能量来讲，是应该在政府农政单位来讲，应该会乐观其成了。就我个人来讲，因为我认为一个产业链需要真的要去把这一个产业链1、2、3的这一个产业链建构起来。林继卓，那你怎么看大雅呢？如果以您在就是育种这一方面，或者说您在实际上田间管理，可以给农民什么建议呢？小麦它先经过磨粉，再做加工，所以势必一定中间会有一个加工业者来帮忙包含说连制粉厂或者是加工厂。那这个部分我会觉得说，不止大雅，在各个地区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小型的制粉厂，这一定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型的粉厂，不管北中南任何一家，一次的单次投入量至少要20到30吨的小麦，那它出来之后的面粉可能就接近是14吨、15吨左右，所以这样子一个产能的话，没有办法做后端。即刻的做面粉的应用，变成说会有一个库存的压力存在。那所以假设说，任何的一个团体的话，它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个中型、小型的制粉厂，它在后端整个产业链的建制上面会是一个更完整，而且可以让小麦这个产业更加的蓬勃。那另外一个部分在品种部分，就是我们改良厂的责任。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紧速来替解决，包含说契作厂商或者是农友端的需求。谢谢继卓。其实今天听了那么多农民朋友的意见，韩国台风里面，听下都讲，其实台湾的小麦是有前景，它是有未来的，因为有好的品质。让我想，当然要有人来买啊。故所讲呢，今日大家讲到的，对一级的生产、田间的管理，韩国有办法做更加多的加工产品么？再个提升到绿金农业，也就是讲加丰富化。我相信呢，今日按到的中小麦的农民来到现场，听按到的意見。坦白呢，要控制小麦嘅种植面积，也係講提升品質。大家是唔講條度天出有想法嘅，唔過很有意思，農民朋友嘅上網，將有機會同台灣嘅小麥行向更加好嘅發展。以上就係今日全面睇飛，感謝大家收看，再會。